以后每月的这一天，就来向佛祖忏悔你的罪行吧，求他宽恕你的罪孽，或许你还有救。董小婉，本宫马上就要晋升皇贵妃了，本宫很快就要成为这后宫的正主了。王爷，你是活人还是死人？董小婉，你在装神弄鬼！哼，你没有死！打开殿门！刘公公，你来看呐，这个董小婉，她是装死，这是欺君之罪。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把她抓起来！兰贵妃，你的戏该结束了。怎么着？你们还敢抓本宫不成？本宫马上就是皇贵妃了，信不信我禀报皇上，把你们的头全部砍下来？我现在就亲自把你押回皇宫。来人呐，在，把他带下去。你要干什么？走，不可以抓本宫！走，不可以抓本宫！走，不可以抓本宫！不可以抓本宫！带走！放开本宫！洪师傅慢走，今天的事真是谢谢你。洪大人，一锤定音呐！德妃娘娘终于洗刷了冤情，这事真相大白了。哎，英格尔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英格尔啊，哼，估计啊跑到皇上那儿邀功去了。刘公公，英格尔不是这样的人。扣扣，你可真傻，刘公公在跟你开玩笑呢。啊，哦，洪师傅，小婉担心皇上会不会不相信果真有罪啊？啊，事情的真相大白，证据确凿，皇上不能够不相信呢。德妃娘娘，我跟洪大人到书房去议议，看怎么向皇上禀报。您先休息一下吧。相信前世今生不了情，爱已似酒浓，恨别惊醒，前缘天意注定，没人如此
皇上怎么会在这儿？那公子多情，爱已醉过酒蒸笼。小婉，皇公子让小婉受委屈了。今日皇公子来，是向小婉赔罪的。皇公子有罪，朕有罪。朕不求小婉姑娘能够原谅，朕愿由小婉姑娘狠狠的惩罚。皇上，你不要这样，小婉不怪皇上，你别跪着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呀！娘娘，刚才皇上去了法源寺，果真的罪行，皇上亲耳听到了。小婉，还记得皇公子当初跟你说过吗？皇公子对你的爱是千年不遇的爱，是夫妻之间那种互信、互敬、互相平等的爱。可是我皇上失言了，我皇上不明真理，不听你的话，还定了你的罪。皇上，所以皇上有愧，皇上辜负了小婉，皇上对不起小婉。皇上，你就惩罚朕吧。皇上，你别这样想，小婉没有怪过皇上，小婉真的不怪皇上。那个果真那么乖巧可爱，谁能看得出她有那么深的心机呢？小婉平日里跟他最好，都没有看出来，更何况是皇上呢？小婉心里是难受，小婉觉得皇上没有护着小婉，也没有相信小婉，可是小婉没能理智地跟皇上解释，所以错在小婉身上，不怪皇上，真的不怪皇上。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呢？这明明是朕的错，是皇上的错，你为什么不怪朕呢？啊！你知道你这么做，朕会无地自容的，朕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打朕吗？你骂朕吗？你打朕吗？你只有这样，朕才能舒服，朕才能痛快。皇上，皇上。打皇上，皇上打自己，万一打伤了，心疼的是小婉呢。德妃娘娘的冤情得到了清洗，这多亏了洪大人呐！洪大人不但是皇上的恩师，更是皇上和娘娘的恩人呐！刘公公这么说，真是折杀老夫了。老夫做事完全是站在皇上的立场，信臣子之责，哪里有刘公公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哎呦，洪大人，您真是自谦啦！皇上这顿自责之后，我相信世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离间他们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上天的意愿，
不要皇上和娘娘分开呀，这真是华夏之福啊！对，华夏之福，华夏之福啊！原来果真才是真正的罪犯，他藏得太深，演技太高了。太后娘娘，果真已经被臣关押起来了，他的贴身侍女也已抓了起来。可惜啊，冯太医服毒自杀了。金太医证实，那些毒药中有蛇毒。看来这个冯太医真是果真的帮凶。他服毒自尽，说明他心中有鬼。审云儿了吗？臣亲自审问了果真的侍女云儿，云儿亲口招认，果真所言完全属实。德妃这冤罪受得太大了。太后娘娘，臣只能说德妃确实了不起。皇上，老臣跟殷统领和刘公公谁都不相信德妃娘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联手合力对付果真。臣等对皇上有欺瞒之罪啊！小婉，你认为朕该如何处置他们？皇上，小婉认为，他们虽然有过，但也有功，功过相抵，这功劳好像还大一些呢。你们三个胆子可真够大的。如果你们这么做，德妃她仍然没有指认出果真的罪行，你们三个可都是杀头之罪啊！不过，朕鉴于你们都是为朕着想，是朕的忠臣，朕不怪你们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小婉是这件事的主谋。起来。谢皇上。洪师傅，你们也坐吧。啊，谢皇上。哎，请。皇上，小婉也是迫不得已，被逼无奈，所以才想了这么个法子，弄出这么大个局。你不用说了，朕都知道。你这个局要比果真那个局更大，更悬。你用你的证据击败了果真的邪局，你用你的智慧击败了果真的狡诈，你用你的善良击败了果真的邪恶。你对朕的爱经受住了考验，朕委屈了你，伤害了你，朕对不起你。你还纠正了朕的错误，还帮朕和皇额娘揪出了后宫中最可怕的人。总而言之，朕只想对你说一句话：皇上此生能有小婉陪伴，足矣。姐姐，果真被抓起来了，倒是点醒了妹妹。姐姐，或许是咱们弄错了，这毒蝴蝶之案可能跟多纳皇后没有关系。你的意思是果真自己搞的什么鬼？没错，果真能用如此高明的手段去害董小婉，骗皇上，骗皇额娘，把我们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。不过，
即便这毒蝴蝶案不是多纳皇后所为，那皇后这次也完蛋了。姐姐为何这么说？姐姐太了解皇上了。董小宛受了这么大的冤屈苦罪，若皇上明白之后，一定是心疼的想抽自己。多纳与果真关系亲密，若说他们是一伙儿的，恐怕没人会不信。而皇上若不借此机会立董小宛为后，那他就不是皇上了。而皇额娘如今心中有愧，恐怕现在她也是拦不住皇上了。姐姐分析的有理。德妃娘娘到。皇额娘，臣妾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，起来吧，孩子。这次真是让你受委屈了，额娘对不住你。皇额娘，你千万别这样讲。小婉是遭人陷害，而且还连累皇额娘跟着小婉操心。来，快坐下。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额娘想到这些，心都碎了。皇额娘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小婉知道皇额娘心疼小婉，小婉以后一定好好孝敬皇额娘。好，你回来就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皇帝，明天审了果真后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果真呢？皇额娘，果真为了自己的野心，手段居然如此恶毒，陷害小婉一案，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。他还拿朕的孩子来做赌注，让小婉受了那么大的冤屈。皇额娘，最让儿子痛恨他的是，他竟然欺骗了皇额娘，欺骗了儿子那么久，所以儿子认为果真之罪必须凌迟处死。果真死罪无赦，这个额娘没有异议，但死的方式，别让他那么痛苦吧。儿子明白。果真，你已经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。昨夜英格尔和刘光才已经审问过你的侍女云儿，她的口供跟你的口供一样，可见你的招供是实话。皇上，罪人如今已经是死罪无赦，罪人发誓，罪人今日说的话不会有一句假话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必真。果真，你做的件件事情，真让哀家震惊之极。就说那件蝴蝶案吧，皇帝和哀家查了那么久，替你疼了那么久，结果居然是你做出来的蝴蝶案。灵珠的毒蝴蝶，不过让事件增加了一分曲折。
你真是太敢想，太敢做了。你的演技真是太好了。果真，你把整个过程再跟皇额娘详细的说一遍。是。当时果真在屋子里面跳舞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冯太医几次诊视后说胎儿保不住了，罪人害怕会受到皇上和太后娘娘的责骂，更想借此机会大做文章，一来可以扰乱后果，显示罪人是受害者；二来可以再次得到皇上还有太后娘娘的宠爱。可你为什么要把目标对着索尔纳？因为罪人最恨的就是索尔纳，他时常瞧不起罪人，还经常辱骂罪人。罪人更大的目的就是想升位，只要把位高的拉下来，罪人就有希望了。所以你就开始训练你的蝴蝶，让那些蝴蝶熟悉并喜欢这种香味。是。果真在屋子里和云儿一起训练那些蝴蝶，还在索尔纳所赐的胭脂里加了蝴蝶喜欢的香料。打听到了，慈宁宫正在审果真，不过消息还没有传出来。云儿全招了，姐姐，你万万想不到，果真第一个孩子是她自己毒死的。什么？不过这个孩子原本也留不下来的，果真是利用这件事情做文章，达到她自己的目的。那慈宁宫的蝴蝶毒案也是果真布的局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这个果真，我们还以为他是个小可怜，万万没想到他如此狠毒，还隐藏得这么深，想想都觉得脊背发凉。德妃，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，你是怎么识破我的蝴蝶案的？自从被你害了之后，我便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会用什么样的手段。你作案的手段有个共性，就是自己对自己下毒，自己对自己开刀。慈宁宫的蝴蝶下毒案其实是你自己所为，让皇上心疼你，更加宠你。果真你真是精于算计，你算准了有些人可能害你。蝴蝶一案根本就是你的谎言。厉害，你真是厉害，败在你手上，我也不算冤。果真，现在朕要问你跟皇后的关系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是皇上，果真绝对不会在皇上面前说一句假话的。你跟德妃是假亲近，你真正亲近的人是多纳皇后。当你从嫔升为妃后，多纳就跟你最亲最好，是不是？是。
是这样。那你做的所有事情，多纳知情吗？孩儿，以本宫跟果真的关系，对本宫很不利呀。孩儿，你说果真不会乱咬本宫一口吧？娘娘，奴婢不知道，这果真做的事儿，神鬼莫测。他真的是神鬼莫测呀！他要是临死前咬本宫一口，那本宫不就惨了吗？哼！多纳，他竟然让你监视德妃，她还像个皇后吗？皇帝先别发怒，皇后的做法，以哀家看，还算在可以理解的范围。果真说了，不管是蝴蝶案，还是他后来害德妃的案子，皇后都丝毫不知情，她并非同谋罪犯，这点皇帝必须清楚。皇后娘放心，儿子绝不会给皇后乱加罪名。果真，你告诉皇帝和哀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在犯下这些可怕罪行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好，果真今天就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吧。果真进宫之后，这后宫的嫔妃们每个人都瞧不起果真，就连跟果真最好的多纳皇后，她也只是把果真当成一个可怜虫一样，可以随时的教训教导。可是果真知道，果真比他们都聪明，比他们都优秀，也比他们都爱皇上，甚至可以为了皇上舍命。果真想，凭借对皇上的爱和对太后娘娘的孝顺，果真一定能一步一步成为后宫之主，也一定可以为太后娘娘打理好后宫，会真心的服侍皇上。都是董小宛，都是因为他，自他进了宫，便抢走了皇上。孩儿，本宫觉得皇上会废后，皇上会废了本宫，立董小宛为后。不会吧，娘娘，果真不会反咬娘娘。再说，娘娘可以一切都不承认，娘娘又没做错什么事儿，皇上没有废后的理由啊。你不懂，这次果真就算是实话实说，皇上也不会原谅本宫的。本宫对董小宛做的事，对索尔纳做的事，皇上都可以拿来做废后的理由。娘娘，皇上要真的想废后立德妃，那太后娘娘也不会同意啊。这次不一样了，董小宛蒙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皇额娘对她心有愧疚。再说了，现在朝廷稳定，皇上也能乾纲独断，立董小宛为后，不会引起什么惊涛骇浪。皇上有充分的理由立董小宛了，太后也不会那么坚决反对了。本宫怎么办呢？太后娘娘，皇上
果真自知已是死罪，果真不祈求活命，果真把心里话全部都说出来，然后来这引以为戒。果真，你知道吗？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。你跟灵珠是一样的，你们的野心太大了，全都想要做后宫的正主，谁挡你们的路，你们就害谁，置他于死地。只是，你比灵珠更聪明，也比灵珠更狡诈，所以朕的意思，你们都应该杀无赦。皇帝，审讯可以结束了。皇帝下旨判罪吧。是。贵妃果真为争宠，失德失仪，陷害后宫嫔妃，手段极其残忍阴险，本当立即处死。朕念你服侍朕多年，对皇额娘也挺孝顺，朕法外开恩，赐你白绫。皇上，臣妾有话要说。你是不是要向朕为他求情？果真如此恶毒害你，绝不可以饶恕。对，皇上，臣妾想请皇上赦免果真的死罪。朕知道你心地十分善良，但是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果真已经犯了死罪，绝不可赦。德妃娘娘，果真是死罪，这是万岁爷和太后娘娘共议之圣裁，且不可因为娘娘心软心善而放过这个罪人。皇上，臣妾并不是无视宫中的律法，臣妾是真心觉得果真可以免死。哦，那你就说说你的理由。你不用跪，起来说吧。是，臣妾多谢皇额娘。皇上，皇额娘，臣妾认为可以赦免果真的死罪，是因为臣妾有2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是因为果真对皇上是真情，这和灵珠有很大的不同。灵珠是纯粹的野心驱使，而且后来她对皇上已经怀有恨意，并且有逆天之举。果真害臣妾是因为爱皇上，她是想独自拥有皇上恩宠，以至于走火入魔，被欲望所害。这第2点，臣妾和果真也曾经姐妹一场。虽然果真陷害臣妾，让臣妾蒙冤，但臣妾相信，现在她心里是有悔意的。臣妾请皇上赦免果真死罪。启禀皇上，刚才德妃娘娘的一番话，有情有理，有依有据呀。先前老臣也认为果真是十恶不赦的死罪。
但是刚才德妃娘娘所指出的2条理由是很有道理的。臣恳请皇上赦免果真死罪。皇帝，哀家没想到德妃能求情。皇帝是怎么想的？好，朕同意德妃所请。果真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朕决定废除你的贵妃之位，从今日起打入冷宫，永不赦免。果真，叩谢皇上，叩谢太后娘娘。皇上，果真还有几句话想跟德妃娘娘单独说，求皇上恩准。皇上，臣妾也有话想对果真说。董小宛，你为我求情免死，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吗？我没想过要你感谢我，我只求公正，只求皇上皇额娘心安，也求自己心安。心安？我现在已经被打入冷宫，永不赦免。你是想看我生不如死吧？我是真心想保你的命，当皇上说赐你白绫的时候，我是真不愿意接受。你不是希望我遭到报应吗？那现在怎么又变了？是啊，当我知道是你对我下毒手的时候，我是真心希望你得到报应。可是我看到了你眼里的泪水，看到了你对皇上的真情，那一刻我突然想明白了，你做这一切应该是为了得到皇上的宠爱。你之所以这么恨我，也是因为我抢了皇上，抢了你的爱。所以想到这些，我觉得我可以原谅你的一切。真奇怪，最懂我的人居然是你。在你用肚子里可怜的孩子害我，想用他争位的时候，我想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吧。